伫新北市邦桥幼稚园甲囡仔饲爱困药案件，检方今仔搁再约谈3名教保官，问话了后，拢以2万块交保。根据了解，这园长甲各路位教保官是讲，家长有同意甲这囡仔呢，或者教保官甲因饲这感冒药水，毋过伫囡仔身躯顶却检验出一个巴比妥药物这款的成分，这药啊是对倒位来，检方即马要查清楚。另外，这个案件有家长4月就卡1999去通报相关单位，说是拢无处理。市政府今日开记者会表示讲，清查了后4月是无接到陈情，正式时间是5月15开始，当天因就处理啊。伫接受访问了后，幼儿园4批园长这人陆续以2万块到5万块交保。检方展开的第2波搜查，最高局约谈3名教保员说明，询问了后有2人以2万交保，1人请回。新北市邦桥某一个幼儿园老师敢若饲囡仔安眠药这个案件，根据了解，园长甲侪名教保员拢讲是家长同意饲囡仔这个感冒药水。伫检经依照查扣的监视影像，比对翕到被饲药的囡仔，家长拢有写这饲药单，也过部分监视画面消失，医院需要来调查。而即阵，这间幼儿园10日就要向会址接受许可，40日囡仔要转去倒位读也真侪问题。我们也是家长都是突然被通知的，收到简讯吗？是才来说协助转校。我反问一下各位有小孩子的，剩2个月的时间，小孩子要转去哪？尽管教育局协助囡仔到一间连锁幼儿园的其他分校去读，显然家长是无放心，只有12个人同意。除了临时转学时间真紧迫，家长也不满。教育局反应真慢。刘美芳议员4月就已经接到陈情，而且他是公开场合来表达对这件事情的关心。有议员伫4月就接到家长陈情，也过教育局伫5月中才启动重大儿童虐待案件相关机制，并且到幼儿园稽查。1礼拜了后提供病院免费检验，6月7号协调到幼儿园抽回来检测，对通报到处理，比这期是一直拖。4月份完全没有本案相关的陈情，所以我这边要特别澄清的澄清，正式的就是5月15号。相关依法证据，要教育局设备暗时找家长开团体咨询说明会，若无对外开放，也向用改做1对1的咨询，也被批评，敢讲是要对家长来安打。接到反映说，因为涉及到隐私还有相关的情况，所以我们调为个别咨商。规个案件一直拖开，至少8个学生体内被检验出药物巴比妥，也有真侪家长真烦恼。卫福部设备成立咨询专线了后，已经接到超过59通来自新北市家长的询问，也有6个学生来看诊甲检验，并且希望做问法的检验。最主要是担心说，假设有服用过，那后续会不会有长期的影响？还有就是检验，如果想要再检验，那怎么帮他们忙？其实巴比妥是3级的管制药品，也是法务部归类真多3级毒品的成分。到底对倒位来，是啥物人造成囡仔去接触到这个巴比妥？相关单位是毋是有会务来处理？看社会行政组织甲追究责任，这疑点甲问题拢等待一来调查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